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1，诗篇145篇11到12节安尼讲：因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权能，通互世间人在你大权能的作为，在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，三个来祈祷。国度大有威严甲荣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智的上帝，你的荣光遍满伫全地，你的信息建立伫天里，你的公义遍行伫地上，你的疼痛永无改变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生活的每一天，有你的恩典同在。感谢你伫不安的世代中，互阮有对你来的平安。感谢你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，当世间人骄傲家己，无要追求你的事，总是阮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权能，通互世间人在你大权能的作为，在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